歡迎嚟到懸疑檔案。美國有一個叫做 Omaha 嘅地方，佢位於 Nebraska 嘅東部 Missouri River 沿岸，係該州最大嘅城市，亦都係 Nebraska 主要嘅經濟同文化中心。美國最大嘅鐵路公司 Union Pacific 同埋由股神巴菲特領導嘅企業 Berkshire Hathaway 都選擇喺呢度設立總部。2008年至2013年，喺呢短短嘅5年期間，社區就發生咗2單血腥嘅連環雙重謀殺案，搞到人心惶惶。而家就等我哋先返到2008年，睇下當年到底發生咗乜嘢事。2008年3月18號下晝3點，11歲嘅 Thomas 啱啱搭校車返屋企。Thomas 今年讀6年班，佢嘅性格溫順乖巧，天資聰敏，對數理科好有興趣。同其他同齡嘅小朋友一樣，Thomas 都中意食零食、飲汽水同埋打機。佢嘅父母都係醫生，爸爸 Bill 係一位病理科醫生，而媽媽 Claire 就係一位心臟科醫生。佢哋一家人居住喺當地一個叫做 Dundee 嘅社區度。由於呢個社區比較高端，鄰里之間嘅關係亦都好密切，所以好少發生暴力嘅罪案。當日 Thomas 嘅媽媽喺夏威夷公幹，而爸爸就喺醫院度工作。佢嘅3個哥哥亦都已經離開屋企去讀大學，所以屋企入邊只係剩返佢同埋每個禮拜都會過嚟打掃嘅57歲兼職女工 Shirley。返到屋企之後， Thomas 拎咗佢最愛嘅零食同埋汽水，然後就落去地下室度打機啦。傍晚5點，Bill 喺醫院收工返屋企，一打開道門， Bill 就發現咗瞓喺血泊中嘅女工 Shirley。佢嘅身上仲插住一把刀，而仔仔 Thomas 就瞓咗喺幾尺之外嘅地板度，身上同樣插住一把刀。2個人都已經冇咗生命跡象，於是佢馬上報警。警方視察咗現場環境，現場冇打鬥嘅痕跡，亦都冇遺失任何貴重嘅物品。兇手冇喺現場留低任何指紋或者係 DNA。除咗插喺死者身上嘅刀之外，兇手仲將廚房入邊嘅刀具喺間屋度四圍咁擺，似乎喺度傳遞緊啲乜嘢黑暗嘅訊息。警方同 Bill 錄咗口供，佢表示自己同妻子平時待人處事都好平和，並冇同其他人結怨。由於 Thomas 中意打機，平時亦都有上網同其他人傾偈嘅習慣，所以警方懷疑會唔會係 Thomas 喺網上招惹到乜嘢人，最終引嚟殺身之禍。不過 Thomas 曾經喺網上同50個人傾過偈，而且大家使用嘅都係網名，要逐一調查並唔容易。呢個時候，一名鄰居話俾警方知，自己曾經見到一架掛住外州註冊車牌嘅銀色 Honda CR-V 喺社區度徘徊，司機係一位身形高大嘅男子，佢孭住小背囊落車，並行向咗北方嘅街區。不過警方一直都冇辦法確認呢位司機嘅身份，亦都冇喺同 Thomas 傾偈嘅50個網友嗰度得到任何有用嘅線索。當時 Shirley 嘅屋企人開出咗5萬美元嘅懸賞金，希望大眾可以提供線索。佢哋甚至仲請咗私家偵探進行調查，但係就依然毫無進展。隨住線索變得越嚟越少，警方一直都冇辦法確定到底邊個先至係兇手嘅目標，亦都唔知道兇手嘅動機係乜嘢。於是案件就慢慢走入咗死胡同。5年嘅時間過咗，案件依然冇任何進展。2013年5月14號早晨，幾位搬琴工人按照預約嚟到咗一間屋幫屋主搬琴。佢哋敲咗門，但係就一直都冇得到任何回應。呢個時候，其中一位工人發現大門同門廊嘅罅仔有一個彈盒，佢哋即刻就有咗唔好嘅預感，並馬上打電話報警。警方好快就趕到咗現場，佢哋打開咗大門，並喺屋入邊發現咗一對老夫婦嘅遺體。男死者 Roger 伏屍喺玄關處，佢嘅身上有多處槍傷，右頸亦都有幾處刀傷，而佢嘅妻子 Mary 就倒斃喺客廳嘅地板上，佢嘅雙手有多處嘅防禦性傷痕，可惜最終都係被刀刺死。警方喺屋入邊發現咗大量嘅血跡同埋幾隻彈殼，但係
屋入邊並冇遺失任何貴重嘅物品，亦都冇任何屬於兇手嘅指紋同埋 DNA。最詭異嘅係，廚房嘅刀具亦都被兇手攞咗喺屋內四周圍咁擺。呢個似曾相識嘅場景，馬上就令警方聯想到5年前嗰單仲未破嘅雙重謀殺案。男死者 Roger 係一位病理科醫生，一生都致力於兒童疾病同埋阿茲海默症嘅研究工作，而女死者 Mary 和藹可親，根本就冇可能同其他人結怨。巧合嘅係 Roger 同 Bill， 亦即係5年前嗰單謀殺案受害者 Thomas 嘅爸爸，都喺同一間醫院同一個部門度工作。Roger 係病理科嘅主任，而 Bill 就係該部門嘅住院醫生培訓主管。事實上，Roger 當時已經打算退休，並同妻子搬到其他地方安享晚年。佢哋喺2日前嘅母親節先至啱啱同女女 FaceTime 過，但係喺嗰日之後，大家就再冇聽到佢哋嘅消息啦。於是警方相信兩夫妻係喺母親節當日遇害噶。喺 Roger 夫婦遇害嘅新聞被報道出嚟之後，一位叫做 Chanda 嘅女子聯絡咗警方，並表示自己喺母親節當日曾經收到防盜警報通知，而佢嘅屋企同 Roger 夫婦間屋只有幾公里嘅距離。不過佢當時並唔知道自己有幾咁好彩。母親節當日 Chanda 同丈夫 Agendra 同埋一對年老嘅夫妻一齊出去食飯，由於其中一個人行動不便，所以就耽誤咗佢哋返屋企嘅時間。途中 Chanda 就收到咗防盜警報通知。返到屋企之後，佢哋發現除咗地下室嘅門俾人打開咗之外，屋入邊並冇被搜刮嘅跡象，亦都冇遺失任何貴重嘅物品。值得留意嘅係 Agendra 係免疫科醫生，而 Chanda 就係一位病理科醫生。兩夫妻都喺同一間醫院度工作，亦都係 Roger 同 Bill 嘅同事。警方推斷兇手嘅目標應該係佢哋，只不過佢哋當時咁啱唔喺屋企，所以兇手先至會將目標轉移到住喺附近嘅 Roger 夫婦身上。根據警方目前掌握到嘅線索嚟睇，兇手似乎喺度針對緊 CUMC 嘅病理科醫生，於是佢哋馬上成立咗專案小組，調查呢單連環謀殺案。專案小組嚟到咗醫院，並翻閱咗由2000年開始嘅人事檔案。一個叫做 Anthony 嘅人，好快就吸引咗佢哋嘅注意。Anthony 係病理科嘅前住院醫生，於2000年7月入職。佢嘅醫學知識好差，工作表現亦都唔好。Anthony 嘅評估報告寫到，佢缺乏主動性，態度消極，毫無責任感。而當時負責寫評估報告嘅，正正就係 Chanda 醫生。Anthony 生於1973年，係屋企嘅大仔。佢嘅爸爸係一位郵差，而媽媽就係一位護士。同好多家庭一樣，父母一直都望子成龍，而 Anthony 似乎亦都做到咗。1999年 Anthony 取得咗猶他大學嘅醫學士學位，並喺紐約嘅一間醫院度擔任住院醫生。不過 Anthony 喺6個月之後就因為對放射技術員發脾氣而被上司批評佢嘅態度唔專業。最終佢因為冇辦法承受壓力而選擇辭職，並返到咗加州。2000年7月 Anthony 進入咗 CUMC 工作，但係自從 Anthony 入職之後，針對佢嘅投訴就從來都冇停止過。2001年2月 Anthony 為一位病人進行咗解剖，完成解剖之後 Anthony 竟然將遺體以面部向下嘅方式裝入屍袋，導致遺體嘅面容扭曲，令家屬感到非常不滿。同年5月 Anthony 又因為打電話騷擾同事嘅妻子而被投訴，或者係知道自己大難臨頭，所以 Anthony 亦都唔執輸。佢多次向上司投訴 Chanda 醫生非常無禮，而且仲經常出現侮辱佢。不過 Anthony 最終都係因為失職同埋違反專業操守而被醫院開除。當時喺解僱信上邊簽名嘅正正就係 Roger 同 Bill。對所有嘅醫生嚟講，被醫院開除係一件好嚴重嘅事，
因為佢唔單止會影響到該醫生嘅聲譽，仲會影響佢之後能否獲得州或者係全國嘅醫療執照。不過 Anthony 喺2003年都係幸運咁通過咗審核，並進入咗 UIC 工作，但係佢最終就因為偏頭痛同埋抑鬱症等健康原因而選擇辭職。喺跟住落嚟嘅幾年時間入邊， Anthony 喺各州輾轉，向唔同嘅診所甚至係監獄醫院求職，但係大家喺審視咗 Anthony 喺 CUMC 嘅記錄之後，都拒絕發放佢嘅醫療執照。之後 Anthony 喺2008年2月同埋2012年12月，分別喺路易斯安那同埋印第安納申請醫療執照，但係又再次因為被醫院開除嘅記錄而被拒絕。喺 Anthony 嘅2次申請被拒絕之後，就發生咗上述嘅2單謀殺案。事實上，當年 Thomas 同 Shirley 遇害嘅時候， Anthony 曾經一度出現喺警方嘅調查名單上。不過 Thomas 嘅爸爸 Bill 當時並唔認為 Anthony 就係兇手，因為佢喺被開除嘅時候表現得非常平和，所以警方先至冇繼續追查落去。而家睇嚟， Anthony 好有可能一直都懷恨在心，所以先至會返嚟報仇。雖然係咁，但係 Anthony 目前已經搬到咗印第安納定居，所以警方必須要先確定 Anthony 喺案發當時嘅行蹤，先至有理由可以逮捕佢。我哋之前提到喺 Thomas 同 Shirley 遇害嘅時候，鄰居曾經表示自己見到一架銀色嘅 Honda CR-V 喺社區度徘徊。經過調查之後，證實 Anthony 當時確實擁有一架銀色嘅 Honda CR-V。跟住警方調查咗 Anthony 嘅電話記錄，發現佢喺2013年5月12號，亦即係 Roger 夫婦遇害當日，曾經出現喺 Omaha 商店嘅閉路電視，亦都影到咗 Anthony 賣啤酒嘅畫面。另外，佢亦都喺當日用手機搜尋過 Roger 嘅屋企地址。於是警方即刻去到咗 Anthony 位於印第安納嘅屋企，但係入邊一個人都冇。雖然佢嘅車道上泊住一架法拉利跑車，但係屋入邊就非常簡陋。當時佢嘅衣櫃已經被清空，張台仲擺滿咗房契同埋保單等文件，同埋一張寫住 We live, we die, we live, we die 嘅字條。睇起嚟 Anthony 已經唔打算再返嚟呢度啦。跟住警方喺廚房嘅洗碗盤度發現咗一個垃圾袋，入邊裝住一大沓被液體浸濕嘅文件，包括由 Chanda 醫生寫嘅評估報告，同埋由 Roger 同 Bill 醫生簽名作實嘅解僱信。不過最令人感到不安嘅係，警方仲喺入邊揾到咗一張睇起嚟好似係殺人計劃嘅筆記。佢哋擔心 Anthony 會再次殺人，所以就同各州嘅警隊同埋 FBI 合作，希望可以盡快揾到佢。2013年7月15號早晨8點半，Anthony 就因為醉駕而喺伊利諾州被警方逮捕咗。跟住警方就喺佢嘅車入邊揾到咗一支槍、子彈、一支撬棍同埋一把鐵錘。雖然 Anthony 喺被捕之後一直都唔願意開口，不過警方都係揾到咗一位關鍵嘅證人 Cecilia Hoffman。Cecilia 係一位脫衣女郎，而 Anthony 就係俱樂部嘅常客。Cecilia 同警方講 Anthony 好想佢做佢嘅女朋友，但係 Cecilia 就對佢冇興趣，所以就諗咗一個藉口嚟到拒絕佢。I'm putting on my little voice and saying, well, Dr. Tony, I only like bad boys. I'm a bad girl. You couldn't handle a girl like me. And then that's when he told me. He told me I wasn't as good as he thought he was. He said I killed people before. He said I killed a young boy and an old woman. 萬萬估唔到 Anthony 竟然會為咗想要討好一位脫衣女郎而親口承認咗自己嘅罪行。於是控方即刻就以4項一級謀殺嘅罪名嚟到起訴佢。2016年10月，本案正式開審。Anthony 喺庭上否認咗所有控罪。控方指出 Anthony 帶住仇恨嚟敲門，將呢啲只想過好平凡日子嘅受害者徹底摧毀。
僅僅只係為咗報復，行為令人髮指。辯方辯稱復仇只係控方嘅諗法，並呈上咗一封標醫生為 Anthony 寫嘅推薦信，日期係喺 Anthony 被開除嘅幾日之後，所以佢根本就冇復仇嘅理由。跟住控方傳召咗史斯利亞出庭作證，證明 Anthony 親口承認咗自己殺人嘅罪行。不過辯方就指出，史斯利亞喺錄口供嘅時候曾經飲過酒，並質疑佢證詞嘅可信性。之後控方呈上咗幾項關鍵嘅證據。案發當日，入侵者喺 Chanda 醫生屋企嘅門柄度留低咗自己嘅 DNA， 而呢組 DNA 亦都同 Anthony 嘅 DNA 吻合。另外喺 Anthony 車上揾到嘅手槍，亦都同喺 Roger 醫生屋企度留低嘅彈盒類型吻合。不過辯方堅稱，警方並冇直接嘅證據證明 Anthony 出現喺案發現場，就算佢案發當日喺Omaha買啤酒，亦都唔可以證明佢就係兇手。喺經過咗15日嘅審訊之後，案件終於有咗裁決。不過最誇張嘅係 Anthony 喺聽取判決嘅時候，竟然全程坐喺輪椅度瞓覺，表現出一副事不關己嘅樣，態度非常囂張。最終 Anthony 被控4項一級謀殺、4項使用致命武器罪同埋1項入室盜竊罪，9項罪名全部成立，判處死刑。判刑之後 Anthony 不斷提出上訴同埋重審嘅要求，不過最終都被法庭駁回。目前已經53歲嘅 Anthony 依然喺死囚名單上等待行刑。